受到風颱外圍環流甲西南風變強的影響，南部地區對昨暝開始上大雨，其中台南市區毋但傳出淹水，永康區的水是淹甲大腿遐尼懸，啊那仁德區有駕訓班10外台教練車攏浸佇咧水內底。更較危險的狀況發生喺龍野區的120線有大面積的路面凹坑，道路已經緊急封鎖管制。南台灣對昨暗一直落大雨，在龍野市道120線20公里這達，要往關廟發生大面積路面崩落去，台電的電火條嘛倒去，若要往高雄方向，路面出現壁損，現場有封鎖線，雙邊攏封起來。有民代講6月中要甲工務局通報，想袂到也未付修繕，就予大水雨衝崩去。已經坍崩一邊了哈，那再仔細看，我們的電線也都坍下來，而且還有中間這邊也有被損了哈。有塌陷了，我們有去做緊急處理，水啊從那個地面直接滲流進來，造成那個水壓力太大，整個那個擋土牆給推出去了。鏡頭出來，台南市區半暝落甲透早雨有影應到的，真濟所在嚴重淹水。國道1號仁德交流道出口封起來，下面的太子路暗坎嘛做大水，咧永康大灣路甲昆山科大宿舍這搭水淹甲卡檔，會橋半夜那是浸在水內。看起來蠻嚴重的，嘿，大概有多高啊？大腿。早上下來的時候，有學生跟我說，看到有人在外面走，已經到小腿。那一棟的學生宿舍也已經淹到1樓了。現在是漲潮時段，現在慢慢退潮。那如果到時候雨勢更大一點，山葉公溪就會溢出來。短延時強降雨高度的集中在過去6小時裡面，所以導致山葉溪這個水位高漲。除了道路過不去，仁德嘛有駕訓班10外台教練車浸在水內底，業者無奈講，根本就袂付煞，損失恐驚袂少，真正是馬口無目屎。淹水了，伊鎖個架條的，無法度煞，啊頭前遐個車攏規個，攏無法度煞。你講整個倒掉的，迄種壓水啊。這波大雨是真面夠急，讓市區的車路變作溪流，規南台灣攏是警戒範圍。其他台南停止上班上課，呼籲鄉親就要提高警覺，注意自身的安全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